喺上一集，我哋講到，如果你想一啲習慣嘅轉變係可以持續咁樣落去，你嘅改變就一定要牽涉到自己身份嘅認同。所以最有效嘅諗法就唔係你想達到啲乜嘢嘅成就、乜嘢嘅結果，而應該係要諗你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唔知你聽完上一集之後，有冇已經決定咗自己究竟要點樣重新塑造自己嘅信念同埋自我價值呢？今日我哋去到原始習慣 Atomic Habits 嘅 Chapter 3，我哋將會去到完全拆解到底習慣係一回點樣嘅事。好可能習慣同你諗嘅根本就唔同。另外，我哋都會睇下能夠幫我哋建立良好習慣嘅4個簡單步驟。立即由今日開始，用實際嘅行動，讓自己成為更好版本嘅自己。Hello， 大家好，我係連讀 U 都爭啲俾人踢出校，但係後來奇蹟逆襲，成為 First Honour 教育語言學碩士嘅車仔老師。如果你係想由頭開始去到睇呢一本書，記得去到睇翻我之前已經出咗嘅 Introduction 同埋 Chapter 1 and 2。事不宜遲，就等我哋即刻超住咁樣去到睇下原子習慣 Atomic Habits Chapter 3。喺1989年，有一位心理學家，佢個名叫做 Edward Thorndike。佢做咗一個好得意嘅實驗，就係將好多隻嘅貓放喺一個特別設計嘅箱或者叫做盒入邊，而呢個盒入邊呢，就有唔同嘅裝置，有啲似一個貓嘅遊樂場咁樣。但係入邊唯獨是就特別有一個掣或者有一支棍，係一撳或者一向下拉嘅話呢，呢一個困住佢哋嘅盒嗰一道門就會打開噶啦。Edward Thorndike 仲要特登喺呢個盒嘅出邊放咗一兜貓糧，只要貓仔能夠成功出到呢個盒，佢哋就唔單止唔使再被困住啦，亦都可以即刻出到去享用食物。心理學家嘗試記錄低貓嘅行為，結果佢發現，雖然最初啲貓仔入到去，起碼會用到分半或者2分鐘喺個盒入面去探索，先至會揾到嗰個可以成功開門嘅掣或者嗰支棍。但係當有第一隻貓成功出咗去之後，佢哋學識撳掣或者拉棍嘅嗰個學習進程就好快。做咗呢個實驗20零30次之後，啲貓仔就從平均一開始1分半鐘要喺個盒入邊探索，去到最尾佢哋只需要平均6秒鐘就可以即刻撳掣逃出呢一個箱出去探貓糧。Edward Thorndike 從呢一個實驗得出嘅結論係，如果一個行為佢伴隨嘅結果係會令我哋覺得滿足或者覺得舒服嘅，咁呢一個行為我哋就好大機會會重複咁樣去做。相反，如果一個行為嘅結果係我哋根本唔中意嘅，嗰一個行為好快脆就會停咗，我哋唔會再去重複。呢一個嘅研究發現，就為我哋去到理解乜嘢為之習慣 habits， 奠定咗一個好好嘅討論基礎啦。習慣其實某程度上就係我哋重複咗夠多次數，重複到一個位已經變成自動自覺、自動波咁樣會去做嘅一種行為。而形成習慣嘅過程就係一個不斷嘅試錯嘅過程 trial and error。 每當你第一次去到面對一個譬如新嘅環境，一個新嘅問題，無論個問題係幾大或者幾細都好，第一次面對嘅時候，我哋個腦往往都需要比較多嘅能量去到探索，去到思考，咦，到底點樣先至可以克服呢一個嘅難題。就好似啲貓仔第一次入到去嗰一個特別設計嘅實驗箱入邊咁樣。喺一個最初嘅時期，我哋人腦入邊嗰啲活動亦都會十分之活躍。試想象一下，今日你返到屋企，你覺得周身都好攰，點解呢？因為今日係你第一日返工，第一次面對呢一種工作之後嘅疲倦，你可能會諗，不如跑步去到舒緩下自己啦，定還是攞起部遊戲機玩一陣唞下呢？因為係第一次，你或者都仲需要去諗一諗。但係試咗一次之後，你個腦就會話：哇，頭先嗰啲感覺好正喎，原來收工之後打機係咁爽㗎喎。之後你收工，你就唔會再去任何思考，即刻入到門口就會攞起個遊戲機手掣啦。習慣其實就係一系列我哋個腦已經 program 咗，去到幫我哋解決各種各樣嘅問題，或者舒緩各種壓力嘅做法。無論係一啲好嘅習慣，定還是係一啲唔好嘅習慣，其實佢哋都某程度上能夠幫我哋去到解決某啲嘅問題嘅。
我哋人類需要習慣另外一個好重要嘅原因，就係因為我哋嘅主要意識其實能夠應付到嘅工作量呢係十分之有限嘅。呢個亦都可以話係我哋一個意識嘅樽頸位。The conscious mind is the bottleneck of the brain。絕大部分嘅人嘅主要意識只能夠同時喺一個時間去 focus on 一個嘅問題，再多就會應付唔到噶啦。而亦都因為係呢一個原因，我哋嘅意識成日都會諗盡辦法，將一啲可以自動波，可以唔使再特別去到分析嘅嘢，交俾潛意識去到處理。情況就有啲似我哋主要意識就係一個 boss， 一個老闆，佢呢就成日都會吩咐佢嘅下屬嗰個潛意識去到做嘢嘅。咁佢就會話：我今日要打電話俾個客啊，其他嗰啲乜嘢會議記錄啊，聽日個 schedule 你全部幫我搞掂佢，就係咁嘅情況啦。喺呢度都想講一個題外話啦，喺本書入邊冇寫嘅，就係一個對於 multitasking 嘅迷思。有陣時我哋會話：哇，身邊有啲人佢真係可以 multitasking 嘅，佢可以左邊喺度做功課，右邊喺度打機嘅，或者右邊喺度作曲㗎，咁樣好誇張啦啲例子。咁但係我自己就相信，其實 multitasking 喺本質上呢，係同我哋嘅人腦嗰一個設計係互相衝突嘅。因為正如頭先講，其實我哋嘅 conscious mind 係只能夠 focus on one thing at once。而我自己亦都試過去逼自己即係 multitasking 咧，我覺得係唔 work 嘅。不過呢個位呢，日後可能再揾其他書同大家分享得深入啲啦。咁啊，講翻 Atomic Habits， 其實對於習慣有好多人呢都會有一種迷思啦，或者有一種擔心嘅。佢哋就會話啦：唉，我唔想俾我嘅生活就俾一連串嘅習慣去到框死咗啊！咁啊會令到我哋嘅生活好悶咯，冇晒嗰一種要考臨場反應嗰一種刺激感。呢個諗法其實係一種錯誤嘅二元對立嚟嘅，a false dichotomy。佢哋嘅假設就係多咗習慣就會令到你少咗自由。事實上其實啱啱相反，習慣同埋自由可以話係相輔相成嘅。試諗下，如果你永遠都係臨急抱佛腳先至溫書嘅人，你其實成個學期都喺度擔驚受怕，驚自己學習進度會落後。如果你係冇良好嘅健康生活習慣，你永遠都會冇嚟精神，乜都做唔到。又或者任何大大小小嘅事，如果你係要去到即時先至臨場去諗，我幾點鐘去健身呢？我應該坐喺邊個位去到溫書呢？或者我今個月要幾多號去交呢張賬單呢？個結果就係你只會越嚟越少真正自由嘅時間去做你想做嘅事，或者去到發揮你嘅創意。你就會慢慢發覺，唯有將你生命入邊一啲比較基本嘅嘢去到變得更加能夠自動波完成，咁你先至可以真正享受到自由。當然啦，由今日開始去到建立良好嘅習慣，其實亦都可以喺長遠帶俾你更多嘅自由空間嘅。Building habits in the present allows you to do more of what you want in the future。 講咗一啲關於習慣嘅本質嘅基礎知識之後，我哋就可以實際落到去，到底習慣係點樣形成啦？更加重要就係有啲咩方法可以幫我哋建立好嘅習慣呢？作者話好簡單，其實任何嘅步驟嘅組成都係有4個步驟。第一係一個觸發點，一個觸發嘅信號，我哋稱之為 Cue。第二個就係我想得到啲乜嘢，我嘅慾望 Craving。第三就係我哋相應嘅行動，我哋嘅回應 Response。最後第4就係做咗之後嘅回報 Reward。舉個例，譬如我見到台面上面有一個香噴噴嘅麥當勞巨無霸，觸發信號 Cue。我覺得好肚餓，我好想食咗佢，呢個就係慾望 Craving。跟住我攞起咗個包，一大啖咁樣咬落去，呢個係我嘅回應與行動 Response。跟住我消除咗我肚餓嘅感覺，我覺得飽，而巨無霸亦都令我吸收咗營養，呢個就係我嘅回報 Reward。講開又講啦，外國嘅麥當勞真係貴過香港好多，我超掛住巨無霸啦，同埋香烤蜜糖味嘅唰唰粉。唔好意思，搞到好似賣緊廣告添。得閒呢，幫我叫香港麥當勞俾翻啲廣告費我啊，唔該。
OK，咁我哋首先講下 Q 觸發信號。舊時代或者係史前嘅人，佢哋枕住想得到嘅嘢就係食物啦、水啦，同埋繁衍後代。而去到現代社會，除咗呢一啲基本嘅需要之外，我哋亦都可能會追逐金錢、名氣、權力、社會地位、別人嘅認同、愛同埋友誼等等呢啲嘢。作者就話，其實我哋人類嘅腦袋嘅設計就好似一個強力嘅掃描器咁樣，我哋會不斷咁樣去到掃描，能夠幫我哋成功爭取以上呢一啲嘢嘅 Q 嘅觸發信號。去到 craving， 即係慾望或者我哋想得到嗰樣嘢。如果冇任何慾望或者冇一啲內在嘅推動力，人係唔會喐，亦都唔會去付出任何嘅行動嘅。你絕大多數嘅時候想得到嘅嘢，並唔係做嗰個行為本身能夠俾到你嘅，而係嗰個行為做完之後能夠俾到你一種感覺或者一種情況嘅轉變。譬如食煙嘅人，佢哋未必中意嗰一陣煙味，未必中意食煙嗰個過程，但係佢哋要嘅就係食煙之後佢哋嗰一種舒緩同埋放鬆嘅感覺。我諗我哋大部分人都唔會話中意刷牙呢一個活動本身噶嘛，我哋中意嘅係刷完牙之後，我哋把口入邊嗰一陣香噴噴嘅薄荷味，我哋會覺得好乾淨。而能夠觸發我哋去想要某一樣嘢嘅信號，亦都可以因人而異噶。譬如對一個賭徒嚟講，老虎機嗰啲聲呢就會即刻令到佢手痕，想賭翻鋪。但係對於冇賭錢嘅人嚟講，老虎機嘅聲只不過係噪音。而去到第三點，即係關於我哋嘅行動同埋回應呢 response 呢個就係我哋嘅習慣，或者我哋實際想去到滿足我哋慾望而採取嘅行動啦。有陣時又未必真係要做出嚟嘅，亦都可以單純係一個諗法。當然，行動本身都有啲條件要達成咗，你先至會肯去喐嘅。譬如假設嗰一個行動係需要你做好多嘢，或者諗好多嘢，超出咗你願意付出嘅時間或者努力，你就唔會去做呢個行動啦。舉例，如果你嗰張書台好亂，之所以佢會阻礙你去到的起心肝溫書，就係因為你發覺，我溫書之前仲要執好張台先啊，幾慘啊！咁呢就會令到你冇乜動力去到真係採取呢個行動啦。另外一個好明顯，但係我哋有陣時都會忽略嘅位，就係我哋能夠採取嘅行動，必須要係我哋能力範圍之內嘅。假設一個人佢打籃球，好想能夠入樽，能夠爆籃，咁呢個都係相信係唔少男仔一生嘅願望啦，包括我。就因為實現唔到，就係因為根本我跳得都唔夠高，連個框都掂唔到，咁就自然唔能夠採取嗰個行動啦。最後就係所有嘅行動做完之後，我哋為咗得到嗰一個嘅結果 reward 啦。呢個結果或者所謂嘅回報呢，其實都有兩種嘅功能嘅。第一，好簡單，就去滿足我哋想得到嗰種慾望啦。第二，其實佢亦都教識咗我哋到底有啲乜嘢行動係值得記住，下次可以去再做嘅。我哋覺得個結果係令我哋開心，定還是令我哋失望，就好似一個不斷回饋嘅機制，一個 feedback mechanism 咁樣，不斷去到幫我哋個腦去到分析乜嘢值得重複去做，乜嘢下次就可以唔使做啦。喺呢個四部曲入邊，任何一個部分有欠缺嘅話，習慣都難以形成。所以作者就同我哋分享咗一套行動嘅框架，去到幫我哋形成好嘅習慣。呢個行動嘅框架呢，亦都係緊扣住上面我哋講嘅四個步驟嘅。咁到底可以點樣去建立好嘅習慣呢？好簡單，第一，令到嗰個觸發嘅信號變得明顯 ，make it obvious。第二，就係令到我哋想得到嗰樣嘢顯得更加吸引 ，make it attractive。而第三，就係令到我哋嘅行動變得容易 ，make it easy。最後第四，就係令到我哋最尾想得到嗰一個成果，要變得更加能夠滿足我哋 ，make it satisfying。當然啦，你會話淨係得咁樣一句，我都係覺得好缺乏方向，唔知點樣去到實踐喎。唔使擔心，因為喺之後嘅 chapter， 作者就會同我哋逐個深入啲咁樣去講，去到分析。作者形容，如果你唔去到跟呢四個原則去到建立習慣嘅話呢，其實就會好難去到建立到好嘅習慣，
因為你基本上係同緊人性啊去對抗啊。咁你知道你同人嘅天性去對抗，你注定會輸噶嘛，係咪？作者就係咁樣寫嘅。Every goal is doomed to fail if it goes against the grain of human nature。我都好記得，我第一次去到讀到呢一個 chapter 嘅時候，我就有一種好強烈嘅係噃，點解咁明顯嘅嘢我都意識唔到嘅呢？習慣其實咪就係咁嘅咯。其實呢，我就覺得睇呢本書嘅神奇之處就係你會出現好多呢一啲類似嘅 moments 啊。咁我就覺得係證明個作者 James Clear 真係功力深厚，佢能夠將一啲好重要、好顯淺，但係同時又好容易俾我哋忽略嘅嘢呢講得好清楚。如果你能夠套用呢4個原則去到改變自己，建立良好嘅習慣，同埋破除一啲壞嘅習慣，相信你會覺得個過程會容易好多。The key to creating good habits and breaking bad ones is to understand these fundamental laws and how to alter them to your specifications。下一集我哋將會落到去第一個原則 ，make it obvious， 即係令到觸發嗰個信號變得更加明顯。如果你唔想錯過，你就記得 subscribe Carson Chilling English， 撳埋個鐘仔，咁一有新片你就會收到通知噶啦。記住 chill 住咁樣學習，一樣可以進步神速。我係車仔，我哋下次 Carson Chilling English 再見。